各位喺沙田堂嘅肢體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哋而家開始我哋嘅網上主日學。我哋嘅主日學嘅總題係與神相遇，思想聖經人物。而今日第四課，我哋思想嘅人物係保羅。我就俾咗呢個課題俾佢，就係話喺矛盾中與主相遇。括住一句説話：主啊，你是誰？我哋今日要學習嘅經文呢，就係記載喺《使徒行傳》9章1到25節。今天晚上想同大家讀多少少聖經，因為係一個整全嘅故事啊。咁就大家首先聽我讀出先。掃羅仍然向主嘅門徒口吐威嚇、兇殺的話，去見大祭司，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，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，無論男女，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。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，忽然從天上發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伏倒在地，聽見有聲音對他說：掃羅，掃羅，你為什麼逼迫我？他說：主啊，你是誰？主說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。起來，進城去，你所當作的事，必有人告訴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裏，說不出話來，聽見聲音，卻看不見人。掃羅從地上起來，睜開眼睛，竟不能看見什麼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領他進了大馬色。3日不能看見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當下在大馬色有一個門徒，名叫亞拿尼亞。主在異象中對他說：亞拿尼亞。他說：主，我在這裏。主對他說：起來，往直街去，在猶大的家裏訪問一個大數人，名叫掃羅，他正禱告。又看見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見。亞拿尼亞回答說：主啊，我聽見許多人說，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聖徒，並且他在這裏有從祭司得來的權柄，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對亞拿尼亞說：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。我也要指示他，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。亞拿尼亞就去了，進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掃羅身上，說：兄弟掃羅，在你來的路上，向你顯示的主就是耶穌，打發我來，叫你能看見，又被聖靈充滿。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，立刻掉下來，他就能看見。於是起來受了洗，吃過飯就健壯了。掃羅和大馬色的門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會堂裏宣傳耶穌，說他是神的兒子。凡聽見的人都驚奇，說：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，不是這人麼？並且他到這裏來，特要捆綁他們，帶到祭司長那裏。但掃羅越發有能力，駁倒在大馬色的猶太人，證明耶穌是基督。過了好些日子，猶太人商議要殺掃羅，但他們的計劃被掃羅知道了，他們又晝夜在城門守候，
要殺他。他的門徒就在夜間用筐子把他從城牆上除下去。咁呢個係一個好整全嘅故事，就係掃羅歸主嘅故事。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。我哋睇翻哥林多後書11章32到33節咧，其實保羅講翻佢當日係點樣啊？佢話咧喺大馬色亞里達王手下嘅提督啊，把守住大馬色城，係要捉拿我，我就從窗戶中在筐子裏從城牆上被人除下去，脫離了他的手。哥林多後書11章32到33節，一度係路加講嘅，一度係保羅自己講，佢喺大馬色係點樣俾人去追殺啊！好啦，翻返呢度啦。掃羅歸主嘅日子咧，大概就係喺公元前或者主後嘅35年啦發生嘅。嗰一年咧都係第一個基督徒殉道嘅日子啊！而呢一位就係第一世紀喺耶路撒冷教會7個執事中嘅一位，司提反啊！當日佢殉道，但係咧喺實林殉道嘅時候咧，掃羅咧其實都喺當時嘅現場出現嘅。《使徒行傳》就第7章58節就咁樣記住：當人用石頭打死司提反嘅時候，呢個少年保羅幫忙兇手們看管衣服。《使徒行傳》嘅7章第60節咁樣講嘅嚇，佢話掃羅也喜悅他被害，呢個他就係司提反。按照住一啲聖經學者咧就話咧，大概推算咧，保羅當日佢個年齡咧應該係18、19歲咁樣，即係一個青年人見到司提反被石頭打死咧，即係路加嘅寫就話咧，掃羅都喜悅啊！即係點樣喜悅咧？可能係佢微微笑啦，或者指住嚟笑啦，唔知點樣。總之咧就係話掃羅咧係中意司提反被害嘅。一個年青人見到咁樣嘅場面，但係佢竟然係中意嘅。掃羅係一個非常積極迫害基督徒嘅人，佢從大祭司該亞法嗰度咧就成功攞到文書咧，就追殺基督徒喎。從耶路撒冷追到去大馬色，今日嘅大馬士革啦，中間相隔咗幾遠呢？係有218公里，即係136英里咁長嘅。即係如果徒步去行得快嘅話咧，最快都要5天或者係7日。大家見到掃羅逼迫信徒呢個表現嘛？佢當日所信奉嘅係猶太教，佢覺得咁樣去追捕、去逼迫咧，喺度侍奉緊上帝。所以頭先嗰張圖畫就係點解一個青年人見到一個人被害，佢會開心？你睇下一個對宗教狂熱嘅人咧，有咁樣嘅表現。不過，親愛弟兄姊妹，掃羅佢咁樣做嘅時候咧，其實上帝係知道啊。聖經講就話，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，忽然從天上發光，四面照住佢，佢就伏倒在地，聽見有聲音對佢咁樣講嘅：掃羅，掃羅，你為什麼逼迫我？點解你要逼迫我咧？嗱，諗翻你嗰個環境話，掃羅行咗幾日啦，5日啦，6日啦，去到大馬色，當日唔應該係夜晚行路啊，係咪？應該係日頭行路啦。不過你會見到咧，日頭行路太陽光嘅光咧，都唔能夠遮蓋呢個從天上發光照住佢。你諗下個光係大得幾犀利？好正常啦，佢就可能喺佢嘅馬上面或者驢上邊咧就跌咗落地啦。跌咗落地之後咧，佢就聽到有聲音咁樣同佢講嘅。嗱，佢本人聽到啊，
其他人聽唔到啦。掃羅，掃羅，你為什麼逼迫我呢？佢就話啦：主啊，你是誰？主就話：我就係你所逼迫的耶穌。起來，進城去，你所當作嘅事，必有人告訴你。弟兄姊妹，見唔見到啊？當作嘅事，即係簡單啲就 the right things 啊，應該做嘅事。我想講，弟兄姊妹，從前掃羅咧覺得喺度逼迫基督徒咧係佢所當做嘅事，不過好悲哀喎，佢自己主觀嘅感覺、主觀嘅學識、佢嘅宗教嘅教導話俾佢聽，要去逼迫基督徒。呢個係佢自己認為當做嘅事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你有冇覺得你自己應該做嘅事係啲乜嘢呢？係嘛？但係真正當做嘅事，聖經好似喺度教導我哋，真正當做嘅事係上帝叫我哋做過啲事，就係當做嘅事啦。掃羅從前唔知道。佢而家知道啦。加拉太書嘅1章13、14節，睇下保羅點樣講自己啦。佢寫俾加拉太教會，佢咁樣講啊。佢話：你哋聽見我從前喺猶太教中所行嘅事，點樣極力逼迫殘害神嘅教會。佢話比我本國以色列國好多同歲嘅即係同年紀嘅人咧，更加長進，即係更加激進啊！為我祖宗嘅遺傳更加熱心。保羅自己講翻佢當日係點樣嘅去熱衷於迫害基督徒。其實佢而家就知道基督徒係神嘅教會呵。主啊，你是誰？呢個係當日保羅俾呢個大綱射住。跌咗落地，跟住佢聽到嘅説話話：掃羅，掃羅，你為什麼逼迫我？之後，保羅就話：主啊，你是誰？但係奇怪嗬，佢話主喎，係咪好矛盾啊？你又知道佢係主，但係你問你是誰喎？今日嘅題目就係話喺矛盾當中與主相遇啊！其實我相信當日掃羅嗰個情緒，哇！真係好似海浪翻騰咁樣啊！究竟發生啲咩事咧？即係咁樣，好矛盾，極之矛盾。佢嘅矛盾我哋唔知道，得佢自己先知道。但係今日我哋又反問翻自己啦，我哋今日係咪都活喺矛盾之中咧？有冇咧？其實咧，你存在嘅價值，你知唔知道？你應該走嘅生命嘅方向，你明唔明白咧？但係其實咧，你可能知道喎，你都可能明白嘅喎，係咪啊？但係個情況係你又可能實行唔到出嚟，你知道你明白，但係做唔到，係咪好矛盾啊？其實真係幾悲苦嘅喎，係嘛？自己知道嘅方向，自己應該要行咩嘅路，自己嘅價值好似知道，但係咧問題係行唔到出嚟。你諗下個心情，講緊我同你嘅，係咪？其實我哋今日生活都好似喺一片嘅矛盾當中。求神憐憫我哋啦。好啦，我哋繼續睇埋我哋嘅個課程啦。主啊，你是誰？回答就係、我就係你所逼迫嘅耶穌。弟兄姊妹，呢句説話溫唔溫暖啊？其實好溫暖嘅。我哋又諗下咯。耶穌喺天上，掃羅喺地上。掃羅係永世都唔可能，都冇咁嘅能力逼迫到耶穌嘅，同意嘛？你喺個地度跳得幾高去到天啦，係咪？冇可能啦，係咪？但係奇怪喎，
耶穌係咁樣講嘅喎。掃羅喺度逼迫緊耶穌喎。咁當中有啲咩嘅情況出現咗呢？弟兄姊妹，耶穌睇教會就係佢自己。耶穌睇教會就係耶穌。以弗所書5章30節係咪？保羅都咁樣講嘅，因為我哋就係佢身上嘅肢體啊。聖經都係咁樣講，基督係教會嘅頭，教會係基督嘅身子啊。我哋係佢身上嘅肢體。弟兄姊妹，呢個道理實在太奧妙啦嚇，已經超出咗我哋平常人腦筋嘅想像。但係我哋雖然唔明白啫，但係我哋嘅唔明白呢，係唔會減少咗呢個聖經嘅真實性同埋重要性嘅。咁啊，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教會係神嘅家，教會係等同於耶穌基督自己。主咁樣講，佢掃羅係我揀選嘅器皿，要喺外邦人同埋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嘅苦難。其實喺哥林多後書嘅11章咧，講咗好多嘅苦難。嗱，我稍微讀俾大家聽啦。被猶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，減去1下；被棍打咗3次，被石頭打咗1次，遇着船壞3次，一晝一夜喺深海裏，又屢次行遠路，遭江河嘅危險、盜賊嘅危險、同族嘅危險、外邦人嘅危險、城裏嘅危險、曠野嘅危險、海中嘅危險、假弟兄嘅危險，受勞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飢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體。除了這外邊嘅事，還有為眾教會掛心嘅事，天天壓在我身上。有誰軟弱，我不軟弱呢？有誰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佢受咗好多嘅苦，因為喺《使徒行傳》第9章呢度，耶穌向亞拿尼亞咁樣講：他是我揀選嘅器皿，要喺外邦人同埋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。其實成本《使徒行傳》咧就係證實緊耶穌講呢段説話，係咪啊？保羅係去到羅馬嘅君王面前去見證耶穌嘅名。今日嘅主日學咧就教訓我哋咁樣啊，一個原本殘殺基督徒嘅人咧，因為耶穌介入佢嘅生命咧，就會帶嚟咗翻天覆地嘅改變啊！弟兄姊妹，我哋都明白嘅，有時係環境咧，俾我哋看來咧係好咁困難。第一世紀嘅基督徒咧，佢哋係被追殺啊，被人討厭啊，再加埋咧有個年青人咧啊，叫做掃羅咧，係四圍去追，佢要揾佢哋出嚟，仲要將佢綁翻去耶路撒冷，跟住受審，跟住可能就受死。係整個環境係令人哋好憂愁，令到人哋好失望，令到人哋好困惑。但係弟兄姊妹，有時環境真係會叫我哋驚嘅啊！但係喺困難喺失望當中咧，呢度教我哋唔好對主失咗信心。我哋對神永遠都係我哋嘅依靠，我哋唔好對主失望，因為掃羅佢從前係
咁熱衷於逼迫基督徒嘅時候咧，佢哋逼迫咧，耶穌知道啊，信徒嘅受苦，我哋嘅主係知道。冇錯，環境有時係唔係按照住我哋嘅意願咁樣發生嘅。不過咁樣唔應該叫我哋對上帝失咗信心。呢4堂我哋揾咗亞當，我哋揾咗摩西，我哋揾咗彼得，我哋揾咗保羅與主相遇嘅一啲嘅教訓。4課都好都係見到上帝之後，由唔好嘅狀況咧，會變到係好嘅狀況，都係咁樣嘅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去思想我哋嘅主有冇介入到我哋嘅生命嘅時候，你梗係會話有啦，冇錯。但係有幾多咧？頭先嗰度講緊咧，保羅去到大馬色城入邊嘅時候咧，佢係3日3夜冇飲冇食冇瞓覺，做咩事啊？聖經話佢喺度祈禱啊！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試過3日3夜不休不眠不飲不食咁樣去祈禱啊？但係你見到呢個掃羅就有佢祈禱入邊有啲乜嘢咧？我諗唔多唔少係悔罪啦，多謝上帝親自嚟叫翻醒佢啦，親自嚟牽引佢啦。頭先我哋都見到第9章正，當佢改變之後直情咧有好多人咧都跟從佢。頭先我都係話緊佢嘅門徒將保羅從城牆嗰度用個筐子去除落去，去為咗要逃避當地嘅人嘅追殺，當地嘅提督嘅追殺。好難想像我哋嘅上帝竟然有咁嘅能力。但係弟兄姊妹唔好忘記，當日我哋嘅上帝係點樣，今日我哋嘅上帝仍然冇改變，仍然係嗰位上帝，仍然係為我哋犧牲嘅基督，仍然係嗰位叫我哋心入邊滿有得力量嘅聖靈去帶引我哋。今次我都帶咗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嘅。上一次就係講彼得係咪？今次咧就係保羅之歌。歌詞入邊將保羅嘅一生描寫得好淋漓盡致。盧永亨先生好多年前所寫嘅。希望大家都中意呢首歌啦。好多謝大家喺呢4堂我哋嘅網上主學都有你同行啦，都祝福大家。我哋聽呢首歌先。大馬色途上主基督顯現，榮耀聖光發照在人面前，沒法解釋奇異刻骨的經驗，但卻深知一生將要改變。自那天起，全力奔跑崎嶇窄路，無懼困逼，不怕浪濤滔滔。夜冷風高，仍未想過失足卻步，立志此生
中主所託中路，從前拼命逼迫世上信徒，還為自己當天所作自豪，然而耶穌的顯現光照路途，十架捨身的愛感真想到。為了基督，無論經過多少試驗，名利富足，一概拋卻信念，病痛交織，仍未改心底的信念。直至那天，必得不那冠冕。條條萬里，即使翻過暴雨洪途，茫茫夜晚，怎手之處全無。神恩典依舊鋪滿路途，讓我窮盡一生，將主愛回報。就算有天輕吹，身軀也